我哋係香港嘅 band，而家整緊隻 CD。為何被困在這深網下沉？如何滑過？但我可以麼？誰人將我再換賣？誰人可再給我牽引？望我在中海這障礙。我在獨奏，吉他還手，心中再次高歌，往日未夠。如何滑過這新夢所？望我在中海流走。為何被困在這新往下沉？如何滑過？但我可以麼？誰人將我再換賣？誰人可？ Hello，我係敏儀，我係唱 vocal 同埋彈 keyboard 嘅。係，我叫嘉榮，我玩低音吉他，個 bass。我叫俊傑，玩吉他嘅。vocal 阿斌，文俊打鼓嘅。阿斌啊，彈 solo 吉他。呢度係香港嘅旺角，咁樣其實喺香港嘅旺角，啲屋通常都好細，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可以好平嘅價錢喺度租到層咁平嘅樓住。咁我唔單止我一個住，我同我太太住，我太太叫敏儀，係啦，仲有我朋友阿聰。望下人哋。呢隻係我哋嘅狗，係啊，有好多隻狗，有3隻。佢有英文名，佢叫阿咪。係啊，但係呢個就冇中，呢個就好百厭。呢個得4個幾月，但係好百厭嘅。你睇下，咁樣大家可以睇下呢度都好大。係啊，如果香港嚟講都係算比較大嘅，因為香港都好細。你哋嘅房喺呢度啊？係。睡房喺呢邊。係，可以睇下我哋個房。咁呢個係我間房啦。都有因為我好中意音樂，所以我間房都好多支吉他。呢個佢個床。呢個 BB 嘅床。係啊，呢個就係。呢個佢嘅床。係咪好得意？又係佢啊！佢成日都行過嚟。咁頭先我都有講過呢支吉他，其實講漏咗一樣嘢，呢支吉他其實係我翻工我出糧第1個月嘅買嘅吉他嚟嘅，所以我特別中意。跟住我哋識咗牧師，知道佢有齊搞 band，咁我哋又想夾 band。給我歡喜，讓我火燃燒我在明天，我有知己，但最終因為呢個都幾特別呢個名，每個人都會經過 call， 所以都覺得幾特別咁樣咯。都要有選擇嘅時候，每個人係 call 選擇呢樣，咁我覺得幾特別。咁樣啊，同埋最緊要 call 係實戰，呢個係。回首的那當天，在每天活得快樂。我同敏儀一齊都好耐，我98年開始夾 band，
咁就係夾 band，所以我同佢哋行埋一齊，大家都好中意音樂。咁啊，所以嗰陣時夾 band 同有路牧師喺度，咁樣夾 band 跟住識咗我咁樣。跟住就一齊啦。係啊，一齊。跟住拍拖都拍咗好耐，拍咗三年拖，跟住就決定咗都需要結婚啦，所以就結咗婚。幾時結咗婚？今年2001年。咩啊？2000年12月31號簽字。係開始12月31號先至正式簽嘅字。我第一隻寫嘅歌叫《心聲》，咁嗰陣時就喺村度寫。呢隻歌就係我嗰陣時啱啱學識彈吉他就唔係好耐，但係諗點解人哋可以寫到啲咁嘅歌，即係寫到啲嘅歌咁我自己都想試下。其實因為我一學吉他就想可以夾到 band，咁夾 band 嗰陣時都諗到如果我哋成日玩人哋嘅歌，咁同扮人哋嘅 band 冇乜嘅分別，咁樣都想有自己嘅 style。我哋有特色就係睇下你係個個都一樣嘅，呢個就我哋嘅 style。